做起的事，我就对，这是个命我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领受神你丰盛的祝福。因为我的生命是上帝你所救赎、所拣选，我若用感恩的心，让我每一摆来到你面前，主你恳求的事，恳求上帝你嘛当坚固我的心灵，安慰我的心灵，将一切我的心中的忧愁化入一切我的放乐，放一边，甚至透过耶稣基督交予我的主上帝。上帝你帮助我，引带我，塑造我，引带我的生命会当。真做一位上帝你所好真本的工作，愿阮做伙学习，要安怎关怀新家庭的这个关怀的行动经历，愿你亲自真做阮头前的顶路上的引带阮真做报传福音的使者，来完成上帝国你美好的心意。愿这摆将特别的时间，用电祷告主。我们要怎么想象一下？我用了一个答案，叫做生命的答案。靠自己的知识绝对找不到生命的答案。为什么我会这么想？我记得牧师在国中的时候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得了忧郁症，因为我好像看到每一个人的行为，他这么走过去，他做了某件事情，他说了某些话，我大概就会想，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我旁边的人，我都在观察当中，我发现，好像真的是如此，所以我就发现说，哇，知识好重要啊！我不断的去寻求，不断的去追，去了解。我去看了翻很多书，去了解很多书，怎么说话，怎么认识自己。可是我就一直找不到答案，因为我发现他们写的都好像很片面，并不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这的朋友哈，我跟你讲，他来到咱教会嘛是安怎？他也在找答案。可是我们基督徒要给他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在上课的内容，我们都要想到底我们在找寻什么生命的答案？牧养人的答案，关怀人的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人他实际上他是靠着自己的知识在找答案而且他靠着自己的知识在做事情。这里阿门不？会不会？你只要认识一个陌生人你要跟他做朋友你大概就可以马上感觉到他回答什么话，甚至他用什么行为反应在回拒你，在回绝你，甚至他可能一句话就已经代表了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其实你听得出来，你嘛看得出来，但是你会发现，难道这些新家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不就是要找答案吗？你来到教会会不会想要找答案？新天兄，你来到教会应该是要找答案的，对不对？从眼睛，从你的生命境遇，
从之前有一个住在我们这边的一位弟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他来过教会一次，他就是在等答案，因为他私下告诉我牧师，我想要了解一下我的家庭过去给我的咒诅，对不对？他不就是在找答案吗？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要先了解，靠自己的知识绝对找不到什么东西。很简单，生命的答案。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讲生命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箴言第3章，箴言第3章5到6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哈。箴言第3章5到6节。好，箴言第3章5到6节哈。好，翻到你可以先看，然后牧师来念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怎么样？好，认定他哦，他必指引你的路。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已经涵盖了几个重点？第一个，要专心仰望、仰赖他。不是仰望他而已，要依赖他哦，好，要依靠他哦。英文叫做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就是用你全部的心啊 ，with all your heart。中文叫做专心，可是我觉得英文他写得更好，他说的是用你的全部的心啊，就是说你要信任上帝哦，你要用全部的心哦，袂使个为了。各位连一个想有为不为啦，好，我觉得这句话很简单，专心的意思就是你要用全部的心。好，他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英文说 and lear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不要靠你自己的了解啦。你有没有发现哦？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用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在看待神所要成就的心意工作，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我们服侍神绝对不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哦，不是在你有什么经验哦，不是哦，是在于你是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呢？好，第6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来，我跟你讲，这个认定原文的意思叫做亲自去认识神，还有一种意思叫做察觉啦。与他相交啦，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在你所有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要跟上帝有相关啦。意思是讲啥？你无论你可能是腹肚无爽快你嘛就想讲主啊，我这几天我是吃什么物件有破坏到我的身体求你怜悯赦免我。这样你跟上帝有关系啊无？有啊。你若吃物件，我腹肚痛，我今天找便所找的，有的人他跟这靠看上帝有啥关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些基督徒他们不认为为什么出门都一定要祷告做什么事情都要祷告他们不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差别在认定的问题上面。好，所以认定伊代表讲你伫各项事的顶面拢要认定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服侍神不是靠感觉啦。记得不是靠感受是要认定他。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上面，你有没有认定神是神的心意一定要成就的？如果没有，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还有另外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0篇第7节。20篇第7节，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单纯靠自己那个非常有，大家都常有看过这段话他说有人靠车，有人怎么样？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字。注意我们要提到什么是提到？提到叫做夸口啦，爱夸靠啦。
爱夸靠耶和华了，主耶和华了。好，那如果敬虔的人，代表是说我们要时常想起做什么事情哈，我们要想起主耶和华上帝的名。好，他为什么说是上帝耶和华的名呢？他不是说靠耶和华，他是说靠耶和华的名啊。好，所以为什么牧师今天说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到底耶和华的名字有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哈。好，来，我们在了解以前，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箴言18章第10节。子安那边跟得上哦。好，18章第10节。为什么耶和华的名字这么重要？因为圣经里面的诗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特别常常提到。好，他说，好，18章第10节，箴言18章10节说，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坚固台啊，一人奔入，使得安稳。所以你们看我这边哦，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在干嘛？呼求神，主啊，主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迄个名咧称呼的过程的中间，就咧表露一个人，伊安怎认定这个主是真做伊生命的主，甚至知影这个耶和华的名是遐尔重要。所以其实我过去牧师有一段时间发现说，哇，这些人的祷告为什么那么离谱，那么夸张啊？你知道吗？当我了解到为什么他们叫主耶和华，耶和华，我去参加那个华语的那个灵恩派的教派的那个培灵会我发现哇，他们怎么称呼这个主啊主啊，跟我们基督徒跟我们长老教会都不太常讲主啊主啊，你懂我意思吗？当我们基督徒很少在讲上帝啊主啊，有些时候在我们生活面，我们是比较靠自己的你懂我意思吗？是靠自己在做事情，不会去想到神。只有在什么时候会想到神？你们想看看什么时候会想到神？危急的时候。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操练虽然这听起来好像很外在，听起来好像一个这不是很表面吗？不就是心里面有主，这个才是重点，没有错。可是我觉得我要问各位如果你心里面有神啊，有主啊，你会不会像牧师这样讲话？时常会跟人家讲感谢主，赞美主，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神。如果你心里面有神的话，你会不会？应不应该？我再说一次如果你心里面有主有神的话，你会不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有需要的人身边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提到主？我再讲最后一次，如果你心里面有神的话，你会不会？应该要会。这样你懂了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常常？你再仔细回想是没有的。假如没有的话，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或者是刚在接触教会的人，他有没有可能从你身上可以感触到主在你身上有多么重要？应该是比较难的，这样懂吗？就好像我发现我的孩子，他心里面没有神，他吃饭没有祷告的时候，我多么生气！我开始会很严厉看着他们，他们就说：“感谢天父救赎命令，赶快！”你懂我意思吗？我就发现说，真的，当我们心里面有神，我们的反应，我们做什么事情，就会让我们身边的人有影响力啊！懂我意思吗？好，我们回到这里。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啊。你有看到做这基督徒因为安稳吗？
看起来你会当了解哦。伫咱的教会有侪兄弟姊妹，因生命敢若无安稳呢？敢毋是？了解我的意思啊无？迄差别伫倒位？差别就是耶和华的名有伫伊的心内底，耶和华主有加做伊生命的坚固台无？伊有认定什么代志拢是主咧带无？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咱会当对咱的兄弟姊妹中间，对咱身躯边的人去看出一个人伊的生命是生做啥款。好，既然主耶和华的名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很重要的哈。第一个，耶和华的名，第一个有没有听过叫做以罗辛 Elohim？ 有没有听过？希伯来文 Elohim 代表是万能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1章第1节。来，创世纪第1章第1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无？创造天地呢？这项代志有万能无？就简单呢。你无很搞嘛，无要紧。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足少神的经典你看到讲伊的神是创造天甲地，天地对我们来讲不就是那么的一个就是那么的遥远，地就是跟我们好像就是那么的贴近嘛。可是，一切就是上帝的创造，有没有如此的万能？来，我们再来翻过来诗篇第19篇第1节。我们现在要来翻很多地方了哈。19篇第1节，我现在牧师在准备上帝的名字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上帝这个名字，上帝这个是，对，非常重要的。而且第一章的起，代表讲起初耶和华创造天地，代表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讲咱是本圣经啦，是，迄称呼上帝有3种称呼。对。上帝、神、耶和华，对。这拢是共一个。拢共对，但是我咧讲的是希伯来文，对迄当时的人、旧约的人，因安怎咧用无相款的名，咧称呼上帝，所以这是互咱有小可了解，到底有啥物差别？拢是共款，拢是神，但是我咧讲的拢是神的性质哦，上帝的神性哦，咱来了解哦，因为咱咧讲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信仰哦。咱咧讲的是上帝这个名，有伊代表的意思是啥吼？对。所以我即摆就是要有你了解，即摆就是要爱咱了解，是安怎咱要讲耶和华，咱来甲因解说，爱了解无？你若甲伊解说，我等下甲你讲了，才10几个圣经节。对，你若了解了，你就了解。到底咱咧讲的耶和华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耶和华，第一个咱了解第19篇第1节说什么？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咱来知影，伊伫遮讲的，伊称呼这个神咱即摆看到拢是写神啊，但是迄当时因咧写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 啊，还了解无？所以迄当时因咧讲的这个神，诸天述说，什么是诸天？伊咧讲的是诸天，最神哦，诸神都在述说哦，真侪神拢咧讲上帝的荣耀哦，独一真的上帝的荣耀哦，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咱来了解应该讲不是手段啦我加是 the skies proclaim the work， 伊的手所做的工，莫讲手段，这咱的中文翻译是写手段，其实应该讲他所做的工 ，the works of his hands，是咧讲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所以我要问各位上帝既然是万能的神，
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会去传扬上帝的万能啊？哎，我再说一次，上帝万不万能？万能。可是我们有没有去传上帝是万能的神？了解我的意思无？敢若大家拢较少去体会什么叫做万能的上帝。了解我的意思无？万能的神，什么是万能的神？神有没有得着荣耀？有啊，他怎么得到荣耀？不就是这边吗？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传扬他的工作了。了解我的意思不？那上帝的工作是什么？除了创造大自然，除了我们所看见的，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走出、行出，真的是像万能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工作。所以，咱的见证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跟你旁边前后左右的人说一下，你的见证故事很重要。你的见证故事很重要，因为你的见证，你所讲的，就是加圣经在咧讲的，穹苍在传扬他的工作。伊讲的不是讲上帝做啥呢？神的荣耀就是在我们当中，透过我们的见证，透过我们生命的作为，在传递上帝的荣耀大能。嘿，是。那个传递了上帝的作为，在一个应光的讲，上帝，我嘛是预防上帝的，我嘛预防上帝的。你免来甲伊讲，咱是上帝，讲伊上，伊咧预防上帝。差别。差别伫咧。我甲伊讲，就是我按照咱即摆看的这个部分，按照咱的生命见证，我会甲讲，你的生命有改变无？有得到什么祝福？你有体会到你的神安怎在带领你无？我会安尼讲，因为我有做一故事，我会开始去想讲，我要用什么故事讲互听。这有差别啦，一定有差别的啦。我咧讲的是上帝名第一个叫做万能的神呐，万能的啦。什么叫做万能？就是做这能力是同归一啊。啊，你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上帝的能力，那你怎么去做见证？所以那个我们的弟兄，当我们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很难。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去祷告当中去体会神的能力如何从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彰显他的能力，他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好，不是靠自己，是靠上帝的大能。好，这是第一点哈。咱等下若有问题，较过来探讨哈。第二个，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有听过亚威无？亚威哈，亚威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哈。什么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讲亚威意思就是主啦，好，标明是啥？表明他的主权。你讲主啊，咱基督徒不是讲主啊，有没有？你甲用较简单的，主要的主是啥？唯一的啦。什么代志就是伊做大生啦，莫去想有诶无诶啦，就是主就是你生命上主要的。好，咱这位来看一段圣经，在出埃及记3章13到14节。出埃及记3章13到14节。这段圣经节其实我们都有看过，摩西他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就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自由的，什么叫做自由的？外在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
好，这是 this what you are to say to the Israelites。伊讲我就是I am has sent me to you。好，我就是伊讲 I am， 我就是找你去的。好，所以伊讲这个我自由的，这个 I am who I am 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啦。好，这无容易理解，但是主伊咧甲摩西咧讲的，摩西咧问主上帝讲吼，啊，我到以色列那边去吼，他们问我说吼，啊，恁的神叫什么名啦？迄个神哦，讲找你讲神找你来的嘛，对无？吼，啊，即摆摩西咧问上帝哦，讲啊，这以色列人伊若问讲吼，讲啊，什么人找你来的？好，啊，我要安怎甲因讲啊？上帝就对摩西讲哦，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所以这 I am who I am 讲，就是我啦，无什么啦，我就是你的主。无需要解释真吼，无容易解释。但是你要好好去体会，什么叫做主？主这个字，主，我就是我，无什么解释，我就是我。我迄当时问做者牧师吼。讲起来我是感觉得无到什么答案，但是这 I am who I am， 我感觉靠一个意思，我就是我，你跟对我就对啊，主，我就是你的主，你唔免问我是什么名，敢若有迄个意思的感觉，好啊，所以牧师会当甲咱解释这个部分，好，所以想要主耶和华上帝讲，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因为。咱会当去体会看卖啦吼，因为这部分牧师在研究的过程中间，我唔知无介清楚要安怎去讲这个物件，吼，因为 I am who I am， 哪像讲我就是我，是，是，对，所以。主伊就是表明讲，伊就是足早的永远存在的一个神啊，所以这咱人讲要去安怎来解释，无容易解释。好，所以伫这个部分，亚位意思就是主，亚和华的名就是主，你会当简单甲伊讲叫做主要的。没有别的神。对，对。好啊，所以我简单先讲到这就好哈。来第三个，主耶和华的名吼叫做阿爸爸上帝，这咱拢知影吼。咱来看加拉太书第4章第6节。那个牧师鼓励大家哈，当然我们的圣经目录哈都可以很熟悉啦，好。那假如说你在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的话，你们可以去公报社买这种标签，这当中怎样？其实蛮方便的哈，可以很快速。好，加拉太书第4章第6节。好，圣经讲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安尼了解哈？他说：你们既然是神的儿子，上帝就会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咱来了解哦，保罗伊咧甲咱讲起哦，其实上帝咱是会当甲伊当作那像老爸相款。慈爱的天赋这么的简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教导人家祷告？好，譬如说，子安在陪伴年轻人，好，我们要教导学生怎么祷告。第一个，我们也要学习教导学生。我们的天父阿爸父，我们是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因为他就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好，这是第3个耶和华的名字叫阿爸父。第4个叫做伊罗安，好 ，Aaron， 好，咱来看这个诗篇第7篇第17节，诗篇第7篇第17节，
好，这里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诗篇第几篇？对，第7篇哈，第17节嘛哈。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有没有？至高的名，耶和华的名就是至高的名，了解无？所以咱咧讲伊的名是什么意思？伊就是至高的。好，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他又是阿爸父，又是至高的。什么叫做至高的？什么叫至高的？伊就是咱常常咧讲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有无？至高的上悬的。所以你要了解哦，耶和华以安怎伫人的心中，如何成为我们基督徒所尊崇的？我们要了解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样懂吗？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其中耶和华的名字，他是至高的。好，第5个，他是伊罗伊。好，伊你可以写那个人字旁，伊罗伊。好，伊罗伊。好，然后我们来看创世纪第16章第13节夏甲的故事哈。16章13节。好，翻到了，我来念哈。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做什么？为看顾人的神。不，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咱来了解哦，夏甲伊称呼迄个对伊讲话耶和华。动作是啥？看顾人的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其实咱了解这句话最重要，看顾人的上帝，这拢是伊用迄当时的语言去翻译的。所以想要讲，伊想要安尼讲，因为咱知影头前夏甲的故事是啥？夏甲伊就是离开亚伯拉罕对无？但是上帝有改过无？有。所以，咱来了解哦，一个人伊伫伊生命中的经历，他经历了神，他是看顾他的神。所以，神的名字不是随便讲的。今麦无书咧带领咱咧看耶和华的名，不是咧凊彩咧讲的。这个名最重要，因为这个名拢有伊的故事，嘛有伊的意思。所以，当咱咧讲咱的见证的时阵，咱就爱讲起咱背后的主上帝。了解我的意思无？我们的见证不是在见证夸口我们自己多好啦，我们在夸口的是上帝的能力啊！好，所以这一点让大家跟大家分享。伊罗伊的意思叫做看见、看顾人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是看得见的，而且他是看顾人的神。好，第6个，他是伊勒沙代 （El Shaddai）， 有听过无 ？El Shaddai， 伊勒沙代。什么是伊勒沙代？好，我们来看诗篇。伊勒沙代，好，你随便用一个你自己可以看得懂的名称，伊勒沙代，因为这些都是翻译名称哈。来，诗篇91篇，91篇第1节。好，91篇第1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哪里？全能者的印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咱头都有讲的，耶和华的名是至高的，对吧？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这里讲到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全能者。”好，是。他这个刚刚创世纪是这个全能者创世纪
第一节就讲到我是全能的神。嘛是对，所以你若看恁的圣经哈，你有看到这个第一节有没有？91篇第一节，哈，你有看到伊敢有翻译？恁那敢有翻译的？无吗？我看嘛。好，就这样注解，对不对？好，我的里面它有写到哈，它有特别注明哦，它是 Almighty 全能者，它的英文它写 Almighty， 可是它特别旁边写又注解一个 B， 也就是说它特别用希伯来文哦，希伯来文叫做 Shaddai， 好，所以 El Shaddai 代表是全能者 Almighty God， 你有听过 Almighty God 吗？有没有？全能神啊，全能者的神。所以，咱的了解哈，我们的神跟一般的神不一样哦。我们的神有很多的特质哦，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名字耶和华，他的名字是全能哦，有全能哦。好，另外一个第七个，他是耶和华以勒，有没有听过？有啦哈，创世纪22章，来，我们一起来看哈，创世纪22章14节。对，22章14节哈，咱知影这是亚伯拉罕上帝咧试验亚伯拉罕哈献祭，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22章14节里面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伊要找一个物件献给上帝，对不？13节亚伯拉罕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对不对？上帝的预备嘛，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什么？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恁的圣经边啊拢有注解，写啥？耶和华必预备啦。所以我咧甲你讲，咱是安怎讲？耶和华的名有足侪意思，这名足重要，你要有法度通讲讲。所以你要讲耶和华会安怎？你要讲信仰哦，你敢若讲耶和华主上帝这个名哦，你甲伊讲了吼，就哪像你甲伊讲上帝伊会安怎做啊？了解不？全能的、至高者的，有没有？看顾人的，他又是预备工作的，所以你会发现哦，哇，这个信仰当中的神啊，真的好特别哦，而且又好像我的父亲一样，是非常贴近我的，有没有？所以你讲要传福音，会使传无？会使呢。咱会使去讲，咱的上帝是生做啥款的上帝呢？咱只要去想伊的名就好啊。咱看这10几个，咱等下看好了，你就想的你的看法，有影呢。我跟他介绍上帝伊的性质就会使啊。就哪像你甲伊讲我的神是啥物款的神啊？好，咱个继续看落去吼。所以咱伫遮会看讲亚伯拉罕伊要献祭上帝的唯一比班，但是你看到哦。亚伯拉罕伊是有信心，要行动要献祭哦。这个故事你甲因讲啥物？基督徒讲要献祭，基督徒要献祭献啥？来，拢看我遮，这足简单的，献啥？咱上基本的奉献是啥？献祭就是，你礼拜嘛是咧献祭。上基本。人到伫教会，到伫庙寺，到伫一个所在，上简单要奉献的是啥？金钱，敢毋是？心，金钱的行动。亚伯拉罕有信心无？伊的信心就是啥？上帝爱伊安怎献伊的囝？伊的囝对伊来讲，敢是财富？是哦。迄是伊的产业哦，迄是伊足大足多，甚至是伊放袂落的哦，伊无可能会当来挂你的哦。但是咧，伊有献无？伊要献，但是伊要献的时阵，去到遐，上帝甲伊讲：唔通哦，我要献啥？是。是。伊讲来太太讲，这严重的代志哦，伊袂使无讲啊。我就真正咧想这种即款问题是哦，翁某爱当心，
像这上爱大代志，你袂使无讲。但是我是感觉讲，当然啦，无有讲，这是个另外一个战术啦吼。对我来讲，我是感觉讲，上帝咧试验一个人吼。爱上帝，爱教会，爱耶和对对对对对对。拢无讲，无讲啊，仆人嘛无讲，啥物囝嘛无讲。嗯。好啦，所以我牧师要讲的意思是讲吼，上帝陪伴啦，只要咱有心想要奉献啦，不管你是要奉献金钱、生命、时间给上帝，但是你要亲像阿伯拉罕这种的信心甲行动啊，然后这种的信心甲行动啊，我拢相信上帝为你陪伴啦，爱了解我的意思无？会为咱陪伴咱所需要要献的物件，因为上帝主要我上帝是为咱陪伴的上帝啦，吼。好所以咱会记得咱教会要建堂，毋是嘛安尼嘛？咱嘛是无钱啊，敢毋是？啊，上帝嘛是甲咱陪伴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只要咱有信心啊有行动，我拢相信上帝自然继续甲咱陪伴。嘿嘿。是。哎对。是安怎？是牧师讲迄讲无，还是通到遮啊？无任何一个牧师人啊，也是伫台顶做见证啊。有时咱有讲一句话，讲我昨下要领手的时候，上帝有甲我讲一句话啊，有一个声音甲讲一句话。我讲讲，你对这个看法安怎？顶知迄牧师甲我讲，伊毋捌，伊总毋捌用讲上帝有一个声音哦，对伊讲话。像对伊讲的，伊的意思是讲哦，我做吼，做用伊一句话讲，上帝感动我吼，用一句话来讲互人听，伊也爱用感动，伊袂讲上帝伊的情绪讲话用一个声音来甲伊讲一句话安尼对。我一句话我真接受伊讲句话，就是讲伊感动啊，感动啊！你若上帝讲虽然咱要开始不能讲一句话，互你领受同款，伊甲你讲一句话，我上帝甲我讲一句话，我一句话啊，安尼，我会安那去看呢？我会感觉讲吼，圣神伫咱的心。上帝有咧甲咱三角地地无？有无？咱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上帝嘛，对无？甲咱三角地地的上帝嘛。啊，那上帝甲咱三角地地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会用什么方式与你同在？敢毋是，就是咱心内。假使我要安尼行的时阵，可能这大部分的大众看起来就是较毋好的，连我心内底我嘛感觉这是较毋好的咯。但是我的心内阁有一个声音，会随时阁甲我讲，你嘛无一定爱安尼做啊，你应该爱安那做，阁较好啊。啊，我就开始伫遐选择啊，到底什么是上帝灵在甲我讲话，敢毋是？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你咧讲的迄当然迄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会当去思考的。对我来讲啦，我嘛捌安尼讲过。上帝互我有一个声音，譬如讲，像咱要建堂的时阵，我讲谁若无爱去找里长，迄当时教会你毋知影，敢若剩2礼拜吧，剩2礼拜尔哦，咱的教会咱就爱签互人哦，咱就爱搬了哦。你毋知迄当时牧师咧想啥？你敢有去想过迄当时牧师咧想啥？嘿。嘿，是，嘿，是，这是啥？你咧讲的时阵，迄当时是我一定有想到的过程的中间，在想象的过程当中，似乎好像就在印证讲，我啥那不爱去吹，所以我要讲的是讲，上帝若教我三角地带，甲大桥教会牧者三角地带的时阵，我就咧思考，上帝声是啥？了解我意思无？我是毋敢否认讲伊上帝有声音无伊啦。
我是甲伊讲，因为无思想，上帝感动我，用一句话，讲一句话安尼。但是你也看圣经内底吼，上帝好像就是都是像上帝的声音啊，你甲伊讲啊，而且上帝真正敢若伫伊边啊呢。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当然即马咱真少，亲像你讲的，有上帝的声音咧甲咱讲啥，亲像过去旧约的时代，吼先知也好，但是我感觉讲，咱若伫基督的中间吼，上帝会互咱感动，像你讲的，感动我，圣神感动我，得甲我讲，我得安怎去做。我感觉即个物件嘛是咱爱去思。咱这个本圣经吼，上帝互你甲你讲的话，是拢通过天使来传落。伊本身啊吼，你看你神啊山顶，摩西看到你试验对不对？伊看你试验的时候，你声音嘛是上帝，伊声音嘛是天使。即个毋是我咧讲的，因为讲这题材，这比如讲天使应该代言人对啦，因为上帝，只管上帝讲亲身，会安亲身，好，咱回答你。民数记12章6节好像有回答这个答案。民数记啊，12章6节。来，我们翻一下民数记12章6节。对。12章6节有讲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所以先知上帝是安尼甲伊讲话，我爱讲话，但是迄是先知啦吼。再也别顾第7节。然后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我看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要理他，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对。好，这当然啦，咱讲实在，这种状况不少，但是我今仔读者我看过，腓立比书吼，故讲到这个吼。腓立比书。你看，咱人国吼，咱国吼，甘天，甘上帝咧烧烟吼，你嘛上帝，嘛天使。你看，咱对创世纪开始人甲讲上帝讲有车间，嘛是有查甫仔，拢查某仔，车间天使，来甲天使讲话，天使讲话，讲你当时要有囡仔是安那，伊拢毋是嘛，毋是上帝。好。来，今天呢有找到无？我就是在讲哦，他就是说，一直讲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动什么心思、什么心怀意念，其实是上帝感动我们去这样思考和动作。有一种腓立比书，这个第9节，4章第9节，你看嘛，敢是这句？好，不是，我知你意思。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是我意思讲。不是，我知你咧讲的是上帝在。好，没关系。好，你较个倒看哈，咱等下好看。我先讲完哈。我们第8个耶和华尼西有听过无？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快速哦哈。出埃及记第17章第11节。我们先看第11节哈。这是约书亚哈，他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在做战争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节。因为只要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手放下来，亚玛力人就怎么样，就得胜。好，所以11节是这样讲的。那第15节呢？我们看17章的第15节。15节说什么？摩西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旁边注明说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所以你有看见有些教会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前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在干嘛？他们在挥舞亚旗啊，亚旗啊在挥舞诶，迄咧创啊，你毋知？迄就是咧表明这啦。敬拜上帝咧祈祷的时阵，伊要得胜，我是一个得胜的军队，得胜的。我要告诉你，摩西举手的意思，举手，以色列人就怎样，就胜利了。那什么是胜利？正赢啊！啊，基督徒咧，基督徒嘛是爱安尼呢。你有咧靠主得胜无？还是靠主哪来哪害？靠主哪忧伤？靠主哪忧愁？所以我感觉基督徒吼，唔是干那得救尔啦，爱阁有得胜的生命。什么是得胜？你伫苦难中，你爱常常去分享、见证上帝安怎互你活出得胜的生命。所以咱在座的同工吼，兄弟姊妹，咱拢爱去思考哦。上帝安怎互咱伫服侍的中间，去过着得胜的快乐哦？这无容易呢。我今日我去关心一个人，我带小组，我做什么代志？当我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有互我伫这个困难的中间得胜无？互我会当面对困难，然后我会当知影要安怎甲伊讲，然后互我会当伫这中间，佫会当看见上帝甲我三甲之地迄种快乐无？迄就是得胜。所以得胜的物件，毋简单伫生活上得胜，包含伫咱人甲人的中间，咱着爱互看出讲，咱是亲像举起的旗啊，手举起来就得胜的，咱是靠主得胜的。所以基督徒要讲得胜吼，较少人咧讲，因为咱拢是甲伊归纳叫做成功神学啦，了解无？咱认为讲即种爱较谦卑的人，爱较谦卑的，毋通较骄傲，其实毋是。其实我有当时看到遐个人，因伫遐咧跳舞，伫遐举旗啊，哇，流汗啊，伫遐因咧庆祝的是，因看见是上帝伫因的生命中的迄种得胜的快乐，所以因面对什么困难，因袂惊，保持喜乐。哇，我感觉足佩服。所以吼，伫遮咱来知影，耶和华尼西代表的是主上帝是旌旗，伊是得胜的主，意思就是讲靠主的人袂当安怎？唔通互看甲足衰甲足忝啊！唔爱看甲足可怜啊！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基督徒即使在困难当中，也要让人看见我们是靠主向神求告神有力量的基督徒。就算你搁安怎困难，我感觉你若有迄种的心，知影讲主耶和华会当亲像帮助你，亲像摩西相款，我靠主宣告。主要互我得胜，所以咧，牧师常咧讲道中间会讲来，咱做伙来宣告，有无？宣告咧创啥？宣告就是在宣告，我现在不是这样，可是我想要变成哪样？这不是凊彩讲的哦，迄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哦。当你讲出来的时阵，我就往迄个目标去行，我就要希望变成安尼。好，最后还有两段圣经节，就是耶和华拉法，好，耶和华拉法。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5章，隔壁15章26节。15章26节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什么？是医治你的。所以刚才讲主耶和华要医治咱你要了解哦，顶面有几项哦。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第二个，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这是条件条件啦。咱唔通干那讲主是医治的上帝，但是咱无要教导咱的信徒注意听头前迄几段迄个话啦。留意听耶和华的
有的啦，你看有的人吼破病，伊就是无要来亲近上帝，心无伫上帝遐，你知影无？就算伊想，但是安怎，伊无拄真正做热切迫切去期待呢？我感觉吼，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层面啦吼。当然，牧师伫遮无法度完全讲互详细，嘛，请咱爱谅解。所以，咱爱了解上帝是啥？是伊伫咱的上帝吼，耶和华拉法。最后一个，伊是沙龙，咱拢知影啊。沙龙的意思是啥？平安的上帝吼。咱来看士师记第6章。士师记第6章24节，第6章24节，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好，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呢，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当时咱有做些拿亲像战争的精神。吼，伫遮咧讲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安怎看顾，看顾基甸，安怎帮助伊，互伊当了解上帝是安怎，是享受平安的上帝。上帝安怎解救伫咱生命中所拄到的困难。所以咱常常着爱明白，平安是伫咱伫困难的中间，爱去见证。去看上帝安怎甲咱享受平安，了解无？若是讲咱咧思考一个问题吼，若是即个精神一直，敢若拢针对你的，你要安怎想？若是有会友吼，伊一直拢拿咧精神吼，拢过着精神的生活吼，拢无平安啦，你要安怎甲伊关心？这个问题哦，也可以告一个人，也满足者。满足者吼。满足者，我感觉哦，我想要了解伊的心哦。到底也是，我靠上帝偌济，因为我感觉伊这个人哦，真正历尽沧桑。我感觉伊真正，我讲伊真正是要甲做无简单的，也是，因为吼，若真正是一个因为我的经验啦，我感上帝关的，因为经验，若一个真正我靠上帝人吼，敢会拄着遮济？敢会像安尼？哎。即我实在我所想有一工想要了解。其实我感觉上帝享受人的平安哦，亲像新约内底咧讲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讲咱咧思考的平安，往往毋是咱看伫眼前的这种的平安。所以想要是讲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迄是咱料想未到的。所以我感觉应该安尼讲，上帝所要互你的时间也好，要互你的平安，互你感觉真正是祝福的平安，拢是上帝的时间啦，拢有伊的意思啦，嘛有伊的做他的独特的地方啦，真正毋是咱有法度解释什么叫做平安，但是我会当理解，上帝伊真正是享受平安的上帝。我简单讲安尼好啊，你讲我出车祸的时阵吼。我拢真正倒伫病床顶，拢一直咧。我即摆拢会回想哦，上帝啥怎我发生车祸？迄当时我咧创啥？我倒伫病床顶昏迷3天哦。你敢有想讲我咧创啥？我对细汉诶，迄故事哪像伫我脑海一直咧走咧。然后我想诶，到我即摆徛伫即个所在，迄当时我啥怎会转诶台人？上帝安排呢？我是做坚持期待，讲我继续伫台中呢。我就是死，就是怕死，我都无想要转来台南呢。我的妈妈伊敲电话，拢甲我讲，妈妈即摆身体无介好啊，敢若爱洗药剂哦。恁爸爸工课做无用，无人甲因斗3工。我讲妈妈，这毋是我会当决定的。虽然我心内是做无愿意的。但是我讲妈妈，你甲上帝祈祷啦，
迄当时我搁雄补一句讲吼，我做机台当倒伫病床倒咧吼，拢休困，毋是病床顶。我讲一个学生甲我问讲，伟恩哥，你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我最希望能够躺着，好好休息，什么事情都不要想。我说可以啊，你带完团契就可以休息啊。我说没有，我好像有忧郁症一样，我每次只要躺下去就在想，你们为什么都不改变？你们哪里需要调整的？压力很重呢。后来讲完，隔一个礼拜，我去带团契的时阵，就车祸发生。啊，真正是倒伫门床顶。啊，真正你真正疗伤袂到，佮拄好，真正因为安尼，你敢知影？我是伫台中好了后，开始差不多将近一冬要8个月休困。我甲我妈妈讲，我差不多好啊，我要倒转来台中啊。我还很想要逃离台南啊，我又回到台中。我也跟大专中心的弟兄姐妹同工讲好，我好了。可是实际上我那个时候都还在流脑髓液。他们就说好了，那既然这样，委员传道哈，我们就准备看你也差不多要封墓了，我得封墓。封完墓以后，又没多久我又开始流脑髓液。过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行，又回来台南，然后我就正式辞掉台中的工作。有没有上帝的带领？不就是一开始我跟我的父母亲，跟我妈妈在谈，我妈妈期待我能够回来，可是这些不就是上帝的心意吗？你啊听起来你这做奇妙的呢，环环相扣诶。什么是平安？我即马感受到，确实真正叫做平安啦。迄当时我发生的代志，我拢感觉我无平安呢。所以你讲什么是平安？不是伫迄当时感触会到。是我今嘛较体会到，而且平安，什么是平安？上帝要赏赐予人的平安是有伊的心意哦，有伊要完成的使命工课。所以你若要得到真正的平安，我感觉你会当甲上帝求，跟上帝求，主啊，我期待得着更多符合你心意的平安。好，不是我的心意的平安，是符合你心意的平安。求你将那使命、那个平安赐给我。我告诉你，神就会给你很健康。就算你困难，你还是可以很健康。所以你看满竹姐，她每天在我们的群组她 po 的，她的 po 的内容已经不太一样哦。如果你仔细去看哦，你有认真在看她的内容哦，她 po 的内容就是她现在的心境。所以，我跟你讲，那是有差别的哦。有不一样哦。好，我知，但是谁那人会去看迄，人会去分享迄，意思是这样。每天，对。可是我觉得，就算是别人传的，神就是透过不一样的管道，在祝福他的儿女。不是这样吗？好，好。对，喜胜了，好，对。虽然他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但是我在跟他交谈之间，他是来把它抓回来，这个是一个重点。如果没有抓回来，他经常会生病。我想他不会。所以我们今天是新家人关怀，对不对？我告诉你，生病的人有许多需要关怀的人，都是新家人。因为他的生命正遇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好，简单举个例子，我们刚刚说的这位姐妹，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带着她做什么祷告？平安的祷告。什么平安？符合神心意的平安。主啊，阮虽然在艰苦中间，但是阮期待你的心意是啥？甲阮讲，阮期待恢复会当健康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见证哦，是要为主做工的哦。我不是平安好好哦，感谢主啊，安尼尔不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好。在跟他
所以啊，所以我建议每一次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就把它写下来，真的要去写了，记录下来，然后去分享，在分享当中去让人家看见说神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啦，很值得去写啦。好，所以就像我都是每一个礼拜我都在经历很多事情，而且都跟我当周在讨论的事情都很像，几乎都是 match 的，不谋而合。以前我感受不到，可是现在我真实都在感触。那你怎么说？这不就是上帝在让你清楚明白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吗？好，OK， 那我们今天先聚会到这边，待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和华上帝，感谢你，我嘛感谢上帝，你伫阮身上，通过你的话语，互阮认捌。主耶和华，你的名是至权，你的名是陪伴阮，为阮备办生命美好赏赐产业的主。你的名是常常伫阮生命中有备办阮所需要，甚至医治阮、永壮阮、祝福阮生命的好名字。主，阮要常常高举你的名，因为你是至权的主上帝。求上帝你帮助阮，常常伫困读圣经，伫咧思考阮甲主你的关系中间的事，阮会当学习，将阮家己的心，将阮家己的生命，甚至将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交伫上帝你的圣手。学习来跟对主，学习来行，来报扬上帝你伫阮生命中所行的新约基础。愿上帝你赐福你的教会，赏赐伫阮大桥教会。虽然有侪无相款的事工挑战，需要阮去面对，总是上帝你的确为阮备办美好的产业，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会当做好的种子，帮助阮，互阮学习点好的种子，互阮的生命会当结好的果子。愿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倒转的路站，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那也期待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学习新家人关怀学校。这是一本双益养育系列的第五个专题那也期待我们每一位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观赏。谢谢。